我是黑胶梁叔叔，你让我用速播，狗都不用，狗不用我用，用的就是速播。大家都知道，平时我只玩黑胶，还有 CD 唱片啊，所以说呢，如果说没有这一台速播的话，是没有办法满足各位粉丝的点歌要求啊。即使我收藏了10多万的黑胶唱片，还有 CD。这边还有啊，都无法满足大家的要求。这是开伯尔的 DMP K7 数字转盘，然后加上开伯尔的 A8 数字音频解码器啊 DAC， 再配上这一条纯银的线，连接到功放。去来给大家呈现每一天的节目啊！现在我推荐一个玩法，就是如果你用速播的话，这台速播可以支持很多 APP， 像 QQ 音乐汽水音乐，或者其他国际的一个播放器啊，像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这些都有。当然还有苹果音乐。我推荐大家使用 QQ 音乐，因为里面有海量的正版音源。开一个 QQ 的会员，再开 QQ 的真品音乐都开了，这个只要几十块钱1个月吧，就可以去听海量的无损音质的音乐了。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搭配，不用 CD， 也不用黑胶唱片。极大的方便了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或者很多喜欢听音乐的，他们不想经常的去换碟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有硬盘的装了很多音乐资源的话，也可以连接硬盘。它的后面有硬盘的接口，最高可以支持20T 的移动硬盘啊。如果做本地储存来播放的话，它的音质会更好。这是后面的接线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试听一首陈百强的《一生何求》。冷你那可休？回頭多少個秋，尋遍了卻偏失去，未盼卻在手。我得到沒有，沒法解釋得失錯漏。剛剛聽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裏追究。一生何求？常半決放棄與擁有，耗盡我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開。一生何求？迷惘裏永遠看不透，沒料到我所失的，竟然是我的所有。回頭多少個秋？